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4月10。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但以理书第2章24到49节，约翰福音12章44到50节。今仔日的主题要甲大家甲分享的是万主的主。相信也是咱讲信心，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好，咱参像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论到信心，伊安尼讲，信就是所仰望的事的实底，是还未看见的事的确信。这人看袂到迄个还未看见的证据，因为虽然咱有仰望，却无够有信心。特别是针对这个伫绝望中间的人来讲，对遐还毋捌上帝的人来讲，更加是困难。咱上熟悉的例，应该亲像出埃及记内底的法老王，10个灾难基本上就是代表法老王伊上至少10摆以上拒绝相信上帝。伊拒绝相信摩西所介绍的上帝，所以伊阁想尽办法要用家己的方法，或者是讲伊所相信的神明来抵抗上帝。这个法老王无亲像进前伫约瑟的时代，迄个法老王共款。迄个法老王呢，伊相信约瑟来甲伊解梦，了后伊就设立约瑟成做当时的埃及的宰相，因为伊安尼讲，法老甲一切的奴仆拢掠即个事做奇妙。法老对伊的奴仆安尼讲，亲像安尼的人有上帝的神伫伊的内面。咱敢会当找着呢？法老阁对约瑟安尼讲上帝既然将这个事拢指示你，可见无有人亲像你安尼有聪明有智慧。你通掌管我的家，我的民拢要听趁你的话，独坐伫宝座顶悬的我比你较大。法老阁对约瑟讲，我派你治理全埃及。按注甲看中第39节的话，上帝将这个事拢指示你，可见无有人亲像你安尼聪明有智慧。咱来想象伫出埃及记，迄个法老伊用10届以上来对抗上帝，但是早前即个法老王讲，无有人亲像你安尼。所以伊对伊来讲是另外一种方法，咧讲你所相信的上帝是万主的主。历史的情形记载伫但以理的时代，咱有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为着伊已经袂记一个梦的困扰，伊却执意爱将所有毋知影伊的梦，阁无法度解说这巫师顶人来处死。同一样，毋知影王的梦的但以理，却有十足的信心。伊家己愿意去为着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因为伊对上帝有信心啦吼。所以当伊到伊所徛起的厝，就甲伊的3位朋友撒拉德、米撒甲这个阿伯尼哥来讲这项事，也邀请因为着解梦的事来祈祷。所以将这个大的困难交托伫上帝的手中。也好，咱亲像但以理因领受上帝启示，因无要食尼布甲尼撒王所提供的食物，
因紧则专心来找求上帝一样。但伊利为着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了后，尼布甲尼撒王安尼讲：因为你解说即个奥秘，我知你是上帝正神中间最伟大的神，你的上帝吼，是万王的主，是启示奥秘的上帝。这句话就是早前迄个法老王所讲的啊，吼，无人会当亲像你安尼啦。王会安尼讲，是因为但以理的上帝所启示伊的。伊讲我知你的上帝是正神中间最伟大的，是万王的主。因为伊家己连做啥物梦伊都袂记得啦，但以理却会当凭着上帝的启示来帮伊解梦。这位上帝实在是太奇妙诶，超过万神的上帝，超过人的所想象的是万主的主。尼布甲尼撒王因为相信但以理所讲的话，所以伊就来相信迄位伊目睭看袂到的上帝，并尊敬伊，称伊做万主的主。其实耶稣基督嘛安尼甲军队的人讲。伫今日的新约经文，伊讲信我的人，毋单单是信我，也是信找我来迄位。看见我的，就是看见我，并且找我来迄个。我做光来到世上，是要互所有信我的人无住伫个黑暗的中间。迄个听见我的信息无遵守的，我无审判伊，因为我来的目的毋是要来审判，是要来拯救世间人。迄个拒绝我的、无接受我的信息的人，只有审判伫伊。伫末日，我所讲的话要审判伊，因为我无凭着家己讲啥物，乃是迄位找我的爸命令我讲啥物，我就讲啥物。我知伊的命令会带来永远的活命，所以我讲的正是我的爸所爱我讲的。其实，但以理的解梦，甲耶稣即马咧讲的，其实是共款的。但以理嘛毋知影尼布甲尼撒王做啥物梦，但是伊的解梦，连即个尼布甲尼撒王拢接受、拢相信啊。何况是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的囝，事实上，却有济的人。甚至是基督徒无愿意全然的相信，因无接受伊就是永生上帝的囝，是万主的主。其实咱拄则讲有济人，甚至基督徒，因袂当确信基督是万主的主，因为因对伫信仰、对伫圣经、因家己要爱教导，因无愿意全部接受，然后去遵行。咱呢？咱是毋是相信家己较济过相信万主的主？咱是毋是相信愿意相信迄个传言？咱讲假消息，赢过相信真实之言呢？我想今仔日个经文要帮助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4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3篇，但以理书第2章24到49节，约翰福音第12章44到5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万主之主。相信，或者说信心，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正如同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他论到信心的时候这样说：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大多数人看不见那未见之事的切据，因此虽然有着盼望，但是却没有信心。特别针对那一些在绝望当中的人们，那一些还不认识上帝的人而言，更是困难的。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应该是那个出埃及记的法老王。出埃及的10灾其实就代表着法老王他至少10次以上来拒绝接受上帝，拒绝相信摩西所介绍的那一位上帝，看不到的。所以他还是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式，用他所相信的神明，要来跟上帝抵抗。这一位法老王不像约瑟时期的法老王一样，早先的那一位法老王在约瑟为他解梦之后，就设立约瑟成为当时候埃及的全国宰相。因为他这样说，法老王跟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管理埃及全地。这里中间那一句话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意思就是说，约瑟在解梦之后，法老王认为没有人比他厉害了，而他的厉害是因为神将这事都指示你。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方式在讲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是万主之主。类似的情形就发生在但以理的时期，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尼布甲尼撒王他为了一个他连他自己都忘记的梦境呢而困扰，可是他却执意要所有的这个巫师啊，或是顾问啊来解他的梦，可是不能解梦的时候，就要把这些人都处死。同样不知道王的梦境的但以理却有着十足的信心，他自告奋勇的愿意为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啊。所以他一回到他的住处的时候，就告诉他的3位朋友沙拉德、米拉还有亚伯尼哥，要请他们积极的为解梦这件事情来代祷，将他们所遇见大的困难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也正如但以理他们所领受上帝的启示，他们不吃尼布甲尼撒王所提供的食物，他们禁食，他们专心来寻求上帝一样。但以理他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之后，尼布甲尼撒王这样说道，因为你解释了这奥秘，我知道你的上帝是跟众神中最伟大的，是万王之主，是启示奥秘的上帝。这个王会这样说，是因为他听了之后，他就讲了，没有人会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这个聪明智慧是上帝将这个事指示你，这是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我知道你的上帝是众神中最伟大的，是万王之主。他比
之前的那一位法老王更直接说明了，但以理的背后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是万王之主，因为他的梦境连他自己都忘记了啊，可是但以理却可以凭借着上帝的启示而帮王来解梦。所以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说，这位上帝真是太奇妙了他真是超乎万神之上帝，是万主之主。尼布甲尼撒王因为但以理所说的话，他就相信那一位眼睛看不到的上帝，并且尊称他为万主之主。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另外一处，耶稣基督也告诉这样子的告诉这个跟随的人，他说信我的不仅是信我，也是信差我来的那位，看见我的也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他说我做光来到世上，我要使所有信我的人不坐在黑暗里。那听见我的信息而不遵守的，我不审判他。我来的目的不是要审判世人，而是要拯救世人。那拒绝我不接受我信息的人，自有审判他的。在末日，我所讲的话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什么，而是那位差我来的父命令我说什么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会带来永恒的生命，所以我讲的正是父亲要我讲的。但以理的解梦，就连不认识上帝的尼布甲尼撒王都接受了，都相信了，何况是主耶稣基督呢？他说了，你信的不只是我，是信那一位差我来的，也不只是看见我，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相信，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因为他们挑选了圣经里面自己想要的部分的教导，他们不愿意全然接受、全然的遵行。而我们呢？我们是相信自己比较多，还是相信万主之主？我们宁愿相信传言、假消息，还是我们宁愿接受真实之言呢？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思想。